覺得重要嘅紀念日呢，我又好中意搞 event 嘅，即係我好中意搞。18、22嘅讀者，大家好，我哋係試當真嘅 Stone。510 Angelina，我自己覺得即係而家呢一代佢哋認識人嘅機會多咗好多，容易咗好多，成件事可以好快開始，好快完結咯。同時對我嚟講，呢一種嘅可能 open relationship 或者速食嘅關係，唔係我所追求嘅咯。我所追求嘅係一個比較感覺上係戰友啊，即係可以一齊去面對我嘅人生成長，一齊去行樓梯，一齊陪伴對方，一齊去鼓勵對方個感覺咯。我覺得愛情喺而家呢個世代嚟講呢，絕對冇話變得唔重要嘅。人係需要愛嘅，即係點解咁多愛情片啦，或者一啲偶像劇嘅嗰啲片啦咁受歡迎，就係因為作為人類，大家都係需要呢種抒發咯。我哋追求好多係自己啊嘛，不斷有啲課題關於自己，了解自己，認識自己，好多喺自身度，然之後個人變得更加理性啦。而兩樣嘢好似又唔算太矛盾嘅，更加了解我自己，更加清楚我自己需要啲乜嘢。我喺選擇適合嘅伴侶上可能會更加準確呢。你明知自己冇咩安全感嘅，你未必會揀一個成日去 party 嘅人咁樣。我覺得而家唔同咗嘅就係講分手好簡單咯，講離婚都好容易咯。呢一代人一齊可能並不是一開頭就諗兩個人嘅終身咯，可能大家諗嘅就係我適唔適合咯。有好有唔好嘅，我覺得。係嘅，因為有時終身係冇辦法勉強咯，係啊，即係唔適合就唔適合。但係我覺得都需要係，我想同佢一齊到最後，你兩個人先會不斷去努力，去遷就對方咯。我有個位，我覺得好重要嘅，對我嚟講就係其實要有吸引力咯。即係其實個吸引力係來自於你不斷進步，無論係我自己定對方都需要咯。我覺得呢樣嘢。仲有一點就係分享欲咯，我好需要兩邊都需要分享欲喺我嘅愛情關係，即係我會好想見到你同你可能今日收咗工啊，一齊傾下今日發生咩事啊，跟住我都好想知你今日發生咩事啊，即係我覺得咁樣都好幸福。我覺得我對愛情嘅生活方式就係、又好似玲姐咁樣平平淡淡，但係我有一個唔同嘅位呢，就係、我去到一啲節日啦，或者係我覺得重要嘅紀念日呢，我又好中意搞 event 嘅。我好中意搞有冇 PR gift 啊？唔係咁嗰啲 event 係單獨兩個人啫嘛，係啊。一開頭係咩環節，之後下一 part 係咩環節，即係你會設計晒成日嘅流程咁樣。係設計晒。佢好多橋嘅，佢喺謝票場分享過，就係講分手嘅時候咧，着咗套西裝啦，跟住然之後同你講咩，再拍最後一日拖啦，即係佢好多呢啲好戲劇性嘅嘢。我覺得係儀式感，有儀式感。同埋會好多準備好多唔同嘅驚喜俾對方咯。紀念日整夠12份禮物，隔一個鐘抽一份咁樣，類似呢啲咯。拎一個鐘啊，抽禮物。所以你知點解係搞 event 啊？恭喜你有大獎。個問題。